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，所尊敬的提亚菲罗先生，伫阮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已经有真侪人整理佮编写。这个代志是照遐个对起头就亲目看见的人，甲传道的人所传授互阮的。这个隆重的代志，我有对头到尾详细查考，才想讲着为着你，才有顺序写出来，互你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。希律做犹太王的时，有一个阿比亚班的祭司，名叫做撒加利亚，伊的某伊丽莎白嘛是祭司阿伦的后代。因两人完全遵守主一切的诫命甲规例，互上帝看做义人。因无囝，因为伊丽莎白未生，因两人嘛拢已经真老。有一日，撒加利亚特班伫上帝的面前执行祭司的职务。照祭司职的规例，伊抽着签入去主的圣所烧香。伊伫烧香的时，规大阵民众伫外面伫祈祷。有主的一个天使显现，徛伫香坛的正边。撒加利亚一个看到，真着惊，非常不安。天使甲伊讲：撒加利亚，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。你的某伊丽莎白为甲你生一个后生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你会欢喜快乐，真侪人嘛会因为伊的出世来欢喜，因为伊伫主的面前会做大人物，薄酒厚酒伊拢袂用得啉，伊还伫母胎就互圣神充满。伊会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向主因的上帝。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。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，互背逆的人转往来对义人的意念，互子民准备好势通迎接主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讲：我着安怎才会知即个代志？我已经老，我的某嘛遐侪岁啦。天使应讲：我是伫侍候上帝的加百列，受派来传话，对你报即个好消息。你会下到袂讲话，一直到这个代志应验迄日，因为你无相信我所讲时到会实现这个话。迄时，民众伫听候撒加利亚，因真奇怪，伊哪会入去圣所遐尼久？伊出来的时，煞袂当对因讲话，因才知伊伫圣所有看见异象。伊袂讲话，一直对因比手。撒加利亚服侍的日期过了，就转去厝里。过无偌久，伊的某伊丽莎白怀孕，5月日久无出门。伊丽莎白讲：主遮尔看顾我，甲我拄起伫人面前的见笑。伊丽莎白怀孕第6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派到加利利一个城，叫做拿撒勒，去见一个在修女，名叫做玛利亚。这个在修女已经甲大别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婚。天使到玛利亚遐对伊讲：平安，你是正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，主甲你同在。玛利亚因为这话非常不安，心内一直
在想即个请安是甚物意思。天使对伊讲：玛利亚毋免惊，因为你有得到上帝祝福。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，你着家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伊会做大人物，人会称呼伊做至高上帝的囝。主上帝会将伊祖先大笔的王位予伊。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，伊王国无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讲：我还未出嫁，哪会有即款代志？天使应讲：圣神要临到你，至高上帝的权能要指引你，因为安尼，迄个得要出世的婴仔是圣的，人会称呼伊做上帝的囝。你看，你的亲戚伊丽莎白，伊虽然年老，嘛已经怀孕，要生一个后生。人讲伊未生，毋过伊已经有生6个日。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。玛利亚讲：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伫我身上实现。天使就离开伊。过无偌久，玛利亚出发，赶紧去犹太山地的一个城。伊入去撒加利亚的厝，甲伊丽莎白请安。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的请安，腹肚内的婴仔就着跳。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，大声讲：妇人人中，你上受祝福，你腹肚内的囡仔嘛受祝福。我的主的老母来访问我，我哪会堪得？因为我一个听到你请安的声，腹肚内的婴仔就欢喜着跳。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，迄个妇人人真有福气。玛利亚讲：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，因为主有看顾伊卑微的女婢，对他以后万世代的人拢会讲我有福气。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。对敬畏伊的人，伊怜悯因到世世代代。伊伸出权能的手，赶散心骄傲的人。伊将掌权的对宝座拖落来，卑微的人甲因高升。骄傲的人，伊用好物互因把足；好野的人，伊赶因空手出去。伊辅助伊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记得甲因怜悯。照伊对咱祖先的应允，怜悯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到永远。玛利亚甲伊丽莎白做伙住差不多3个月，然后转去因兜。伊丽莎白生产的日期已经到，就生一个后生。厝边甲亲族听讲主有大大怜悯伊，就甲伊做伙欢喜。囡仔出世第8日，因来要甲伊割礼，搁照因老爸的名叫伊做撒加利亚。总是伊的老母讲，毋通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因对伊讲：恁亲族中无人号即个名。因就用手比，问囡仔的老爸，看要甲伊号甚物名。撒加利亚甲因讨一块写字板，写讲伊的名是约翰，大家拢着惊。撒加利亚随时开喙讲话，称赞上帝。厝边隔壁拢真着惊，全犹太的山地拢在
谈论即项代志。听到即项代志诶人想讲，即个婴仔将来会成做甚物款人，因为有主诶权能甲伊同在。约翰诶老爸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，有言讲：着称赞主以色列诶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，搁救赎伊诶子民。伊对伊诶仆人大卫诶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诶拯救者。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诶喙应允讲。伊要拯救咱，脱离咱诶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诶人诶手。伊应允要任命咱诶祖先，搁会记得伊所立神圣诶约，就是伊对咱诶祖先亚伯拉罕所立诶约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诶手，互咱无惊吓。一世人伫伊诶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伊。细囝，你会互人称呼做至高上帝诶先知，因为你会做主诶先锋来准备伊要行诶路，互伊诶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，通明白上帝诶拯救。因为咱诶上帝温柔慈悲。伊互清早诶日头对天顶照咱，照咱遮个踮伫黑暗甲死亡阴影下诶人，引带咱下骹行入和平诶路。即个囡仔渐渐大汉，心灵日日勇壮，伊住旷野，一直到伊伫以色列人诶中间公开出现迄日。